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台南的美食透镜城，所以台南有美食之都的称号。也毋过好食面上多，嘛反映伫个市民的体材咯。教育部这个体育署上新的调查，台南人过重或者是肥胖的比例达到40%，是最近5年来6都上悬的。也毋过真趣味的是，伫另外一项自觉健康状况的调查，有60%的台南人感觉家己真健康，伫个6都嘛是排第一。这拢肉色啊吼，肉色看起来气味有够香，搁较一底肥足足的鱼肚，互人看甲嘴软酷酷的。台南毋若只有林精皮、三德嘛拢会当食到好食的料理，所以台南府城嘛方叫做是美食之都。毋管是牛肉汤、小公仔米粉、土土鱼羹、咸糜、米糕、挂包、花粿，嘿，这是轮表到。台南人真正做食好，随在你食透透。毋过食猛食，想要维持好身材，就真正无简单。应该是美食太多了，开始比较诱人。是炸的啊，然后可能含糖摇，因为手摇饮也是蛮多间的。根据教育部体育署统计，112年的运动调查，台南人过重或者是大块的比例，超过43%的民众有体重过重的问题，嘛是这5年来6都上车。过来是台中含糖园，和真侪台南人拢感受到，不过都有市民跳出来背回讲不要哦。我觉得我自己不会胖，可是周遭朋友就说我一天比一天胖，我会觉得很莫名其妙。没有到很胖，我觉得我们台南人啊都是帅哥们，都是美女。还有韩国可不少讲咱家己的问题啦。趣味是另外一项各县市民众感觉家己健康状况的调查内底，台南有63.8%的民众未感觉家己真大颗啊，颠倒感觉家己真健康。不过市长吴伟提就讲，会来带大家同齐来减肥。市长带头一起来减肥，在学校里面减少一些小胖子，然后在社会里面减少一些大胖子。台南方做是美食之都，食美食的时是该享受，不过想要省落来是真硬头。刚才当讲台南的美食买料是大家认清，不过食好了为了身体健康，量嘛是爱食，才袂食甲身体怕歹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